韩国男神朱智勋近2年曝光度超高，去年一连3部电影接连上映，今年则有2部韩剧同时上档，先是古装剧《李尸朝鲜》，口碑爆棚，现在他另一部韩剧《Item》也上档了，他饰演具有超能力的检察官，充满神秘气势。暗黑氛围，朱智勋穿着西装，头上却流着血。他饰演个性耿直的检察官，因举发内部不法行为遭到降职，就此卷入了一连串的神秘事件。具有神秘力量，还有惊险的打斗场面。男神朱智勋和女主角陈世妍一起主演的新剧《Item》走悬疑烧脑路线，11日举办记者会，演员群们亮丽出席。韩星朱智勋剧本非常有趣，我很好奇如何在电视上呈现出来。我和导演、编剧见面后得到的结论是，我们的戏剧会很华丽，规模非常大。朱智勋一身灰蓝色绣花西装，帅气出席。谈到戏剧制作，相当有信心，不怕收视压力，因为他最近曝光度超高，从去年的《与神同行2》开始，在大荧幕有3部电影，小荧幕以《李尸朝鲜》抢先回归。但是看点不止朱智勋、裴斗娜等大咖明星，剧中上演的活尸追逐戏，刺激又惊悚，让观众看得目不转睛。僵尸演员的动作，他们的举手投足都经过精心设计排练，经过漫长1天的拍摄，他们晚上一定痛苦万分。不仅活尸场面震撼，令观众触目惊心，活尸的特效化妆、特技动作更是超凡逼真。上百名的活尸演员也都受过2个月以上的专业训练才能上阵，口碑爆棚。第2季确定签约续拍，也让粉丝们更加期待。